冇辦法再食多幾間餐廳，確實咧有啲遺憾㗎。但有失就有得啊！大家好，我有句講句嘅斜槓壯年 Phil， 原文再續書接上一回啊！下次嚟汕頭，我仲係要住龍湖賓館啦，真係四通八達㗎，想食嘅鋪頭基本上步行10分鐘左右就可以到㗎啦。就例如呢一間啦，同益老二。遊蕩喺凌晨2點幾嘅汕頭，突然諗起一位6年都冇聯繫過嘅朋友啊，強行要佢叫師傅返鋪頭入邊開門營業。師傅估計咧憎死我啊！呢餐咧應該係呢趟汕頭飲飽食醉之類嘅最後一餐啦。呢度咧有啲omakase嘅意思㗎，提前講清楚想食啲咩食材或者菜式，其他嘅咧由店入邊發辦嘅。今晚呢餐咧只有3個人，按照400蚊一位嘅餐標出餐嘅。吊銷腦不可描述啦！每次嚟必食嘅指定菜式，賣相十分誘人㗎，只可惜大家睇唔到。想要無碼高清嘅話咧，歡迎小窗我。表皮完整冇破損㗎，肉嘅狀態咧係一咬就脫骨㗎，整體十分乾爽入味，鹹香中透住淡淡嘅滷水味啊！我強烈推薦啦！生腌瀨尿蝦呢個咧就冇咩好講啦，就係汕頭呢邊嘅平均水平啦，個頭都唔大。速本地不可描述，都係每次嚟都必食嘅指定菜式，品種咧同頭先嘅係唔一樣㗎，肉皮骨三者咧分解得非常漂亮嘅，骨頭部分咧就成為煲湯料啦，表皮部分韌勁並唔勁㗎，脆脆地幾好食㗎，肉嘅色澤咧十分粉嫩㗎，嬌豔欲滴嗰隻啊，食起身咧有一定嘅嚼頭，整體咧都仲係比較嫩㗎，點啲火鍋豆醬真係一絕㗎，我強烈推薦啦！刀龍賣相咧都係相當誘人嘅，依舊咧係改刀至骨肉分離嘅狀態，只不過咧刀龍嘅細骨比較多，必須咧要靠呢一種花刀嘅切法嚟弱化骨刺嘅存在感。不過其實骨刺嘅存在感咧都仲係有嘅，只不過咧可以多嚼幾下直接親嘅程度啦。刀龍嘅學名咧係中華須鰻，4捨5入咧都算係白鱔嘅親戚嚟㗎，兩者同屬萬麗目，只不過咧白鱔咧係萬麗目萬麗科，刀龍咧係萬麗目蛇鰻科。刀龍咧主要生長喺鹹淡水交界嘅礁石啊或者淺灘之中，入水能游，出水咧就蛇行。肉質口感偏軟嘅，並唔似白鱔咁充滿彈性。魚皮部分咧有輕微嘅韌勁嘅，肉食起身咧仲有一股輕微嘅甜味。我個人比較推薦點呢啲潮汕特色嘅醬料火鍋豆醬嘅，但就我個人而言啦，同樣嘅切法之下，我更加中意口感爽脆嘅白鱔啊！呢一餐嘅甜品咧都係我強烈推薦嘅，姑且咧就將佢稱為甜豆腐啦。表層微脆，入邊咧相當熱燙滑嫩嘅，甜度非常高，但食起身咧非常舒服。呢餐3個人合共消費1200蚊啊！第二朝我同大佬咧就要啟程趕返廣州啦，冇辦法再食多幾間餐廳，確實咧有啲遺憾㗎。但有失就有得啊！趕返廣州其實咧係為咗嚟停車場食啲外賣，跟住咧就。像住圈中圈，了斷也了不斷。若今日你眷戀退現空，容許我送贈暖，盡我漫漫長沒端，亦如初戀。其實咧，我本來嘅票離舞台十分近嘅，但係咧冇辦法同大佬連座，咁我情願離舞台遠一啲，離大佬近一啲，同陌生人互換咗一下位置。Eason 唱 live 咧都仲係咁有感染力㗎，仲有幸聽到佢首次喺內地演唱呢一首歌啊！秒速捉得緊了，而皮膚竟偷偷鬆了，為何用到盡了，至知那樣緊要。Talking Park 咧依舊都係咁有趣。晚係唔知做乜嘢咧，係搞到我係又未至於，好多年嘅經驗而家唔會㗎啦，點都唔會。應該都唔會。落唔到去，落唔到去。呢啲你哋睇張學友先睇啦。原來真係好難啊！
係黃色底紅色字。我喺度唱緊幸福摩天輪係咪？啊，唱緊係咪？佢無端端麥當勞漢堡。天荒地老來在摩天輪，我淨係想望啊嗰邊。感謝大佬偷偷地買票，請我睇我最中意睇嘅 Eason 啊！仍然有你的忠心愛侶。兩個全新欄目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，以及由我請客嘅跟住 Theo 去摸魚，即日起不定期盛行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，踴躍參與，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，人生積極，好嗎？